再来看金管会今仔公布外资伫今年的11月份就会超过112亿美金哦，代表大约3545亿来台湾，是史上过一个月上侪纪录。金管会主委黄天宝是表示讲，美国的通货膨胀有较长和，美债的息利率嘛降低，外资嘛相信讲咱台湾股市的基本面是真好，这个大动作要来投资台湾。因为美国联准会成熟的脚步放慢，通货膨胀率持续降温，加上美金指数甲美国10年期公债息利率有落，互资金搁流转来新兴市场。根据金管会上新的统计，股市11月这个月外资净汇入的金额是112亿6400万的美金，差不多新台币3521亿，创下历史上过一个月汇入上侪纪录，嘛结束连续4个月汇出。外资热钱，这个来投入台股。你认为是避险的考量，还是投资价值的取向？我想资金都是逐利而居了。我想应该台股有它的优越性，所以他愿意来投资台股。我想他是自己，但是这个投资应该是不断随着时间在做调整的。魏天博表示，美国通货膨胀持续降温，美债息利率未高档落来，而且外资相信台股基本盘袂歹，息利率好，拢是外资大量汇入来主要的原因。因那拜二，美股虽然小可波动，四大指数收盘落侪起少，不过台股早盘是反弹，指数开悬走悬，盘中捌收复17400点整数的大关。温天宝认为讲，台股今年会展现韧性、稳定发展。我们的外资持股比例大概40%左右，但是平常交易大概在3%左右，所以其实其他7%还是其他国内的资金或是国内的法人在投资的，所以我相信是有足够的动能。事实上，台北股市今年的表现也是真出色。根据政治局上新的统计，今年到12月初时为止，台股起超过23%，敢若比日本27.35%较低，比韩国12.46%较好。也那上海股市今年落的幅度有到2.15%，新加坡落5.14%，深圳落12.31%。而且台股从11月28超过港股了后，即嘛已经差正千点啊，表现也是比大部分的亚股较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